麗第一外邊嚟湧咗上去喎，好有心得啊！跟住第二啊，嘉應高升啊第三位啦，李堅夢境喺外邊第四啊，後邊嗰4匹馬舉步生風啦，北美勇續啦，殿後一隊埋邊6、3係精算暴雪啦，紫衫響佢出邊暫時殿後係叫楊明區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美麗第一走中間接先嘅，埋邊咧就好有心得啊！嘉應高升已經咬住第3啊，第4位入邊咧就話晏晝嘅舉步生風啦，外邊追入李健夢境啦，最出嗰邊係叫楊明區啊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嘉應高升支離咗大家2個身位，見到中間位置上嚟㗎嘛，有舉步生風啦，李健夢境啦，馬路中間穿上嚟仲有隻精算暴雪啦，嘉應高升20連勝，輕鬆拋離贏咗呢場主席短途獎啊！李健夢境第2，精算暴雪第3、第4，呢位置舉步生風係咪機會大啲呢？咁啊結果呢隻嘉應高升。係高升即刻播一播啊！